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，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。friend 嚟㗎嘛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園 Theo。呢期依舊都係我嘅一啲日常啊。5點幾，睇人哋落雨先啦。喂，入嚟開會啦，快啲啊！先同大家坦白一下啦，今年之內啦，我仲會再開多個新品牌嘅。至於係乜嘢呢？目前可以透露嘅呢，就只有呢個呢，會係一個關於飲嘅品牌。嚟都嚟咗啦，必須呢試一試呢一啲發酵咗成年幾嘅高純度手工可可，透住非常高級且馥郁嘅酸啊！千祈唔好以為佢係甜噶，其實咖啡同可可都係水果，酸呢先係佢哋嘅本味啊！對於我嚟講，6月嘅頭等大事之一就係嚟睇 Tom Cruise 嘅《碟中諜8》啦。以前呢，只會覺得佢係真心靚仔，如今啊，我仲覺得咧佢係真心敬業啊！上天入地無所不能，電影咧真係足夠精彩噶。尤其係呢一段潛水嘅戲碼，如果有彈幕嘅話咧，一定會有呢一句啊，溫馨提示觀眾咧係可以呼吸噶。呢段中途轉機嘅戲碼咧，雖然真係誇張，但咧都真係好鬼精彩噶。反正呢一部幾乎 call back 咗所有前作嘅《碟中諜8》，我強烈推薦啦！我嘅日常又點少得食啊？呢個月咧食咗一間好耐都冇食過嘅拉麵店足料，食完煮食啊，我哋咧仲轉場去柚木食一啲熟成魚、熟成青花魚同埋熟成馬友咧，都幾啱我口味噶。仲食咗2款分少冇上菜單嘅熟成魚刺身。雖然端午節過咗，但係呢一隻充滿海味乾貨氣息嘅超多料台山粽，無論幾時我都願意食噶。呢一隻手工台山粽限量供應啊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揾我訂購噶。落雨天嘅 Chewy 嚟上數學課嘅同學唔多，咁就乾脆組織一次春遊，同同學們去其他酒吧串下門。去咗 Decan 嘅新店啊 ，Life by Decan，飲咗2杯之後又轉場去咗盧迪街嘅老店。呢支龍舌蘭都幾有意思噶，果斷入手啊！話俾大家聽一個我比較痛心嘅消息啦，就係2元壽司嘅厚切三文魚腩壽司從10蚊升價到15蚊啦。以前可以食3嚿，而家只能夠食2嚿啦。食咗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冇食過嘅豬字頭啊！每次嚟我都係鍾情於嗰幾款噶：酸梅山楂燒鴨春卷、金旋鳳尾蝦、9層塔滷肉飯、葱油麵、XO 醬炒香菇抱子甘藍。仲偶遇咗下老闆啊，聽講佢有新動作啊，準備要開返間快餐店，而且好快就要面世啦。去咗一下明月老師嘅 Carpe Diem Fit 戒指精品咖啡，最近仲同嚟自北京嘅貝貝老師做緊一場好有意思嘅 crossover， 呢度啲器皿都好鬼好睇㗎，而且品質感都相當唔錯。作為杯控嘅我，簡直就係狂喜。咖啡冇想象中嘅貴㗎，50-60就有交易，可以品嘗到各種供應商嘅精品豆，都係幾有意思㗎。而且仲可以感受到類似喺酒吧嘅待遇啊，咖啡都係會送 shot 㗎。估唔到4月份生日嘅我，6月仲可以收到生日禮物，感謝群友兼 Chewy 熟客阿肥金嘅禮物啊！鍾愛2次元嘅我知道你喺度暗示緊我同佢有幾分相似噶，不過我係唔會承認噶，畢竟我啲頭髮仲未白啊！唔知仲有冇其他朋友知道呢個係邊部動畫嘅角色呢？最後再貼圖一下 Chewy 嘅新酒單。今次上新嘅幾款雞尾酒，唔單止有客人賜名嘅特調，仲有一啲我嘅小私心㗎，你唔會唔嚟試下話？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